港首個以塞尚同雷諾亞兩位法國印象派藝術代表人物為主題嘅展覽喺香港藝術館舉行，展出嚟自法國骨源美術館同奧賽博物館嘅珍藏。呢次珍藏展，香港亦都係亞洲巡迴展嘅第一站。喺19世紀至20世紀初，歐洲工業革命令到社會環境日趨繁榮，藝術家就開始關注日常嘅生活同埋城市風貌，亦都係咁樣誕生咗一班追求自由創作嘅印象派畫家。塞尚同雷諾亞係當中嘅表者，佢哋亦都係推動法國印象派發展嘅靈魂人物。佢哋擺脫咗傳統藝術嘅束縛，以畫筆捕捉日常生活同埋都市風景，為急速發展嘅社會留下咗印記。兩位藝術大師嘅繪畫風格各有特色。塞尚係後印象派嘅代表，佢嘅作品構圖嚴謹，用色彩嚟到表達空間同埋深度、富幾何嘅美感。雷諾亞嘅作品用色和諧，筆觸細膩，中意繪畫生活嘅美好瞬間。佢哋用嶄新嘅視覺同埋技術帶嚟咗全新嘅面貌，影響住20世紀歐洲畫壇同埋新一代嘅畫家。西班牙藝術大師畢加索就係其中之一啦。展覽除咗52幅塞尚同埋雷諾亞嘅作品之外，亦都包括咗2幅畢加索嘅畫作，俾觀眾睇下兩位印象派大師嘅創意係點樣啟迪後世畫壇嘅巨匠。展覽精心設計，加入咗模擬對話，等觀眾可以聽下兩位藝術家嘅生活日時，亦都以多角度認識佢哋嘅內心世界，仲可以瞬間轉移去到法國火車月台，乘坐時間嘅列車，沿途感受大師嘅創作領域。展覽別出心裁，觀眾可以以新嘅體驗欣賞法國國寶級嘅畫作，感受藝術家嘅文化與情感，見證同埋回顧佢哋非凡藝術嘅成就。